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伫这个歌坛有东方不败称号的张清芳、张清芳发声明稿宣布离缘。伊甲这个银行界的投资的教父宋学仁结婚15年的婚姻收煞了。声明稿写讲，无法度来克服到双方的差异性，所以决定来离缘。恳请外界莫来猜测因离缘的原因，囡仔嘛未因为离缘失去任何一边的爱。 2015年年底，张清芳开演唱会，红海董事长郭台铭还佮带伊妈妈去捧场，只是讲现场无看伊的真翁宋学仁的身影。原来当时伊因为急性的毛肠炎，开刀了后不明原因发烧。张清芳演唱会结束了后，马上赶到病院。 伫歌坛，张清芳去互叫做东方不败。2005年，伊嫁予银行投资教父宋学仁，了后伊就淡出演艺界，对红赛去香港。歌坛的天后张清芳后来回归家庭生活，相夫教子。无想到讲53岁张清芳和67岁宋学仁15年的婚姻就安尼结束啊。声明当中讲，因无法度克服双边的差异，但是依然是囡仔的父母，希望大家互因自由的空间。这感情是否真的？ 过去张清芳伊接受采访的时阵，有讲过伊的家庭拢是看起来足幸福的模样。王子和公主如今要离婚，就亲像声明当中讲的，虽然不是好的消息，但是对因来讲已经是上好的决定。我不好意思叫老乡。